第一，韩市长在桃园市2天造势活动，本局严正驳斥有心人士以行政中立卡韩上厕所的选举操作。第二，韩市长在桃园的造势行程，本局均配合主办单位事先规划行进路线，预留临停点稍事休息，以及规划会场安全维护，绝无以行政中立卡韩上厕所的情形。第三，本局仅要求所属同仁务必保持行政中立，谢绝任何候选人到办公处所从事选举活动，而韩市长到警察局上厕所与选举无关。本局在这里也呼吁民众保持理性，不要妄加揣测、乱做文章。